態度底下已經為人年內家人做台水嘅鄉親，兩人年來形容扮演高間咯，衝擊嘅前途就形容扮演，相信大家都當關心。紀錄片突然長飛定，記錄大地水木村嘅氣溫了兩貴婦人，似乎本單係啲好爸係要夾把公車安然，不過冇啦，開風采過後，好爸已經係啲不順利。係嗱參加係幾條日時嘅天氣做下半台水大體，氣溫了嘅阿爸啦老太係繼續整體降住，不過幾時間係結體，為到視察個為3點鐘安然嘅奧運台去開見，下個鄉親。頭擺對土種苗提起，去到水木村係為到生活。兩下無論係繼續會留下來，也係離開，咪是係希望生活做得過到較好啲喎。2009年寒天，水木村看起來動凄涼。對1996年的火把風災開始，啲水木村喺度結下台年的運量加速，總會有損失。冇人去親眼衝擊一敗。太火把水依家來，依家安尼巴多嘅話，安尼規下搞落去，規下攏冇睇的。依家成個差唔多有3倉，6分鐘都冇睇咧。研究睇過後，本兩嘅阿爸同老太無限定福講，本兩啲同阿爸討論過後，嘅天台定本樣星期內到奧運台去開見。過來了5、6趟，看了好幾塊，看一看就看這一片哦，比較安全又寬。下面政黨來講嗰樣。咩非常安全呐？要科技搞，那時候目前在那講，還會過天數。當辦到奧運台，天下望天好，阿木頭一轉都不卡，運量乾夾小潮注水，本屋肯兒有小水好勢成腳，本用別放啲啱啱嘅天福下，動手練嘅煮飯。太年為成發動無限，唔過星期內沙動吃鹽呢，頭幾個頭幾看書。1斤的豬肉，2個人吃3天，算4天，3個晚上4天，一餐就夾2塊而已呢，會覺得好可憐咯。健身的成發盡小可來講，唔過別方講，運量動手星期內嘅未來，同埋到嘅數成行個行一年安養嘅成發，小多數唔落高，小免疫出色安滅藥。天氣真係好，雖然問題未解決咧，5日咧同埋都用做上來嘅，種下嘅4500條嘅同埋豆，一般運量2公婆安心下來。下個新聞總。